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。爸爸，啊，喜欢吗？就行。你爸爸可爱你了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！我在这边等着你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玩玩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这个就掉了。这什么车？这什么车？集团车啊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玩给我看，怎么玩的？爸爸，你在干嘛呀？闹闹，别在这玩，危险。来宝，哎，抱他出去。闹闹，来，我们别在这儿玩啊，乖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啊。好，开灯吧。闹闹，
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不要说气话嘛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那么听我说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那么傻的，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应该我去死，错的是我，是我错。是我的错，我是第三者。是我害了乃梦姐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想等乃梦姐醒过来再走。不用了。我想要等啊！
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啊！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爱宝，爱宝，爸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么叫你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。我很少写信，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隐瞒和欺骗，哪一个更不可原谅？但我真的无法隐瞒你，在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无法隐瞒什么，所以只有骗你。
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才刚离开你，那么快就嫁给了别人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你记得我离开你的那个晚上吗？粉，而且煮得很好吃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
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爸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他说他爱我，愿意娶我，愿意和我一起养大孩子。于是我嫁给了他。我知道里面有换钥匙，有时候趁你不在家，我会偷偷的回去看看，看看我们
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我拿走了一张我们的合影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保留那个孩子的。我们搬走了。
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直到孩子生下来后，我以为他会接受这个孩子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我错了。你回来啦。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对他不理不睬，慢慢的，他变得越来越过分。他不止一次说要把孩子送去孤儿院。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他竟然一整天都没有喂他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你就说这里有什么不好？这里就是不好。怎么不好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他吵架，他说他爱我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他又反过来恳求我。我相信了他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跟你早些时候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那恐怕就是爱一个人的眼神吧。他年纪比你小，我觉得我也是爱他的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做错了呢？但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孩子，那种心情，恐怕是他，甚至你，都不能理解的。为了弥补他，我对他好。爸，我对他的好，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过的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当初我对你这么好，没有对你任性、撒娇、发脾气，会不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这些就是长大的代价？你对我的那些宠爱，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越对他无微不至，他越认为我是在弥补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于是他越来越恨我。他说他自己因为某种疾病失去了性能力，所以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也许因为如此，他更嫉妒我跟你的孩子吧。但我却没有想到，他对孩子的恨居然到了那种地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半夜醒来，借着月光，看见他把双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。
你是不是疯了你想要对他怎么样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。还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家人的故事吧？那些事情给我留下太深太深的印象，塑造了最初的我。我妈妈是个和有妇之夫通奸的情人，而我是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子。我以为我们会以这样的身份苟且活一生，但我妈妈不甘心，她不但恨我，更恨我的爸爸，所以她要报复。我不希望我孩子的童年跟我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长大。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我一个人和孩子一起过生活。是的，我要养活我自己，也要养活孩子。靠出卖自己，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脏。我见过太多外表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很龌龊的人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